从看今天的经节哦，好，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8章20到21节。好，有人相信箴言18章21节20到21节是真实的，相信的就说阿们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箴言18章20、21，起。人口中所结的果子必充满肚腹，他嘴所出的必使他饱足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好，真侪时阵，好咧读圣经，好咧想讲啊，这个圣经好，唔知是真呀假，到底看有爱相信还是不爱相信？好，但是我要跟你讲，好，如果你唔相信伊是真的，好，你当去找出来，去找，好，找看咩讲这个圣经内底是唔是有多一句是讲白插的？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去找出圣经当中错误的地方。历史历代来，真多人好要证明讲圣经内底是骗人的，好，圣经内底是白插的，好无影的。但是这人拢失败，好，总是这个圣经一直传，一直传。像你当所看的这个圣经，嘛是对所罗门王伊所讲的，人嘴内所结的果子要充满伫伊的腹内，伊嘴所讲要互伊得到饱足。总是21节，你的生甲你的死命拢伫你字的权下。好，你也介意伊的，就要食伊所结出来的果子。好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好，所以伫咱周报第8页，才有信息的目标。好，头一点讲来向上帝来心灵宣告，伫咱的话语中间有创造新的能力。好，创造新的能力，讲一解，创造新的能力。好，伫咱的话语的中间，你所讲出来的话，会当带来改变。第二项，求上帝帮助咱爱操练正面的思想甲言语。所以咱伫要讲之前，好，咱来看咱今年好拜六礼拜，好，咱的 Part 1就是讲爱放下心灵的担当，放下心灵的重担，好，不要再背着它带着往前走，要把它放下来。Part 2好，就是爱有一个导向成功的思想，好，思想你的思想，你的想法爱改变。好，伫咱周报内底所讲的这个更新，好，内底更新的封面，好，就说思想像一颗橄榄球。这句话很有意思。橄榄球是长得什么样子？它不是圆形，它是椭圆形。所以把橄榄球放下丢下去，它会弹向什么地方？不知道。好，往上很少，往前不一定，往后、往东、往左，或是它就根本不弹。好，不晓得我们的思想，好，下一秒你会怎么样去想？像你刚才看了这挪亚方舟的影片，你的思想、你的想法又改变又转变。所以我们思想，好，常常如果你没有刻意去经营，你没有把它带到一个成功的地方，你的思想可能就会让你失败跌倒。Part 3就是我们要以神的话建立信心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？好，信心不是从我们的头脑、从知识、看课本来的，信心是从神的话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信心从神的话而来。当你有信心之后，你要开始去做，你要有梦想。好，就是要孕育天国的梦想。好，你要开始为神做梦。好，为神往前。好，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他连做梦都不敢梦。好，他连出门都不敢。好，所以你要开始去孕育，而且这个梦想是来自天国，上帝的国是永恒的。第5就是我们今天所进入的宣告第4度空间的言语。好，当你有梦想之后，你所说出来每一句话都是在宣告。宣告什么呢？好，超越我们的这个3度空间，好，是要进入到属灵的第4度空间当中，用你们的话语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你的言语可以改变未来。好，对利比亚人讲，你的话会当改变未来。我们的言语可以改变未来。好，这是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的新闻哦，在网络上看到的。妇人太虔诚，老公孩子不如神。好，有看到这个新闻的举手一下。好，谢谢这么多。他这个记者很有趣哦，他说丈夫、子女、家庭，神的旨意哪一个对你最重要？神的旨意。这个女主角也是哦，好，一个姓蔡的姐妹，好，她参加教会太投入，她的丈夫好就不堪折磨，诉请离婚。法官传唤的时候呢，妻子答辩，好，她还写了20页赞美神的言辞。好，她
他写了20页，所以在应训当中呢，好，他就说哇，这都是神的旨意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全能的，好，是可畏的。好，看到了法官也快抓狂。好，最后呢，法官就判准离婚。这个丈夫呢，他跟法官陈述20年前好结婚之后，好12年前太太加入教会，但是呢，他的情形跟小强不太一样。好，这太太常常在教会彻夜不归，5年前变本加厉，好灌输孩子，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，好，包括赚来的钱是神的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如果是基督徒，当然是没有问题。好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从神来的，是神所给我们的。好，所以生活费、菜钱、米钱奉献给教会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帝有没有我们奉献10%？好，上帝有没有奉献多少？1/10嘛。好，你太少了、太多了都不对啊。好，但是呢，好在3年前，他加入在一个新店的教会，好叫做把名字都打出来哦。好，你看这个对教会影响多大？新耶路撒冷教会。所以呢，没有经过丈夫的同意，好卖掉台中的房子。奉献给教会，好，然后丈夫要到教会要把这个捐款要回来的时候呢，好，这个教会负责人说，是神要他们成立新耶路撒冷丰盛网有限公司，准备要把全世界的财富翻转进神的国度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他把教会又开了一个公司，好，这个就有问题。然后呢，他还用这样的言辞说，全世界的财富要翻转进入到神的国度，透过这间公司。好，有一点很奇怪。所以丈夫又说，这个妻子为了神弃人不顾，行为走火入魔，对家人造成莫大伤害，精神虐待，无法预测这妻子哪天会变卖其他家产奉献给教会，所以向法院诉起离婚。好，但是妻子答辩，好，他除了写了20页赞美词，好，他也用这是神的旨意，好，是神感动我的，好，然后呢说神很快就要启动末日财富大翻转。你可以发现这个姐妹她的信仰的中心在哪里？虽然她捐很多，但她希望怎么样？她希望得到更多。好，她希望得到更多。所以呢，她说她把钱奉献出去是为了小孩，为了丈夫预备的。哇，你看，果然就是这样，她是有目的的奉献。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奉献是要甘心乐意，好，是神的命令，好，试试看神是不是信实的，但是不是要我们用奉献去换来更大的祝福，好，不是要我们用这种投机，好像我们就是在压乐透一样，好，我就捐给上帝50块，看上帝哪天会给我500万。好，所以这个妻子就说，好，她不会离婚，因为离婚得罪神。好，这对不对？好，对啊，圣经是这样说，哈，上帝所结的人不可以分开。但是呢，丈夫却生气暴怒，好，都是这个撒旦来的，好，把责任通通推给谁？开始把责任推给魔鬼啊！撒旦要破坏他的婚姻、拆散他的家庭，害他上报。好，现在全台湾都知道。然后呢，他相信只要遵循神所喜悦的事，神就会释放撒旦，好，被撒旦俘虏的家人，好，所以他卖房子是要让家人得救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法官最后好对这个实在是沙伯听不懂，好就判决离婚。我把这一个好 case 给大家看，目的好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也在赞美神，有时候我们也在教会投入，好，甚至我们也会说圣经的话，好，我们也会说赞美的言语、感谢的言语，但是有没有与我们的悔改的生命一致？好，圣经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，与悔改的心怎么样相称？好，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，好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的目的，是要我们重生，好，是要一个活出基督的形象。请问你看这个姐妹，她有没有像耶稣基督的形象？没有。好，她可能是一个无知，可能你看完，因为我们也不认识她，好，我们也不能批评她，但是看完之后，你对这个姐妹的想法。好，可能就会说他是不是被骗了？他是不是太贪心了？他是不是太走火入魔？如果是耶稣，如果真的是耶稣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刻当中出现，他一定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教会。我们要建立一个丰收国度无限公司，好，然后我们要来翻转这个世界的财富，好，神的国度的大复兴。耶稣他在世上，在耶路撒冷，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虽然他教导很多跟金钱有关的事情，但是他是要帮助人的心不被金钱捆绑。所以说，一个人不能有2个主，好，不能又侍奉钱财、侍奉马门，又侍奉神。他是在告诉我们，好，这个第一顺位、第二顺位。
但是呢，好，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，特别在经济上面，好，越急的人，好，他加入教会都是有目的的，他希望能够快速得利，快速获得好处。好，这不是不正确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再来回想到今天，好，我们要怎么样说出创造性的言语，而不是一种自私的，不是一种图利的，不是一种陷入到这种愚弄当中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前言当中，我们来想一想，起初神怎么创造世界？我们可以来翻开创世纪第1章。好，当我看完挪亚方舟之后，好，我觉得创世纪里的每一个话，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。好，更相信这些话都是真实的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上面一片黑暗。我用的是新译本。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。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好，神看光是好的，于是神就把光和暗分开。神怎么样创造光？请问李晨光，神怎么创造了光？用说的。好，上帝他的创造，每一个创造都是神说要有光，神说众水之间要有穹苍，把水和水分开，也是用说的。好，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，使干地露出来，等等等等，地壳大变动，好，地就变出来。好，神说地要长出植物，就是含种子的五谷菜蔬和会结果子，果子里有种子的树，地上各从其类。就可以啵啵啵啵啵，好，这个种子就开始冒出来。上帝呢，他不用伸手一个一个去打啊打啊敲啊敲啊。所以以前有人问说，上帝会不会做一颗石头大到他自己都拿不起来？好，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，上帝他根本就不需要用手去做石头，他说要多大就有多大，好，说要多重就有多重，他根本不需要出手。所以上帝他是用话语，用言语在创造。跟你旁边说，上帝是用言语在创造。所以话语是带着能力的。好，每一句话，当中讲的每一句话，都是有气力、有能力、有 power 在里面。你不要想说啊，那是上帝，我算什么？我算老几？好，上帝他可以叫这个地长出种子菜蔬，我呢，就算讲了100年，好，也长不出什么东西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好，只是可能你没有100年可以试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的话的确，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。上帝把权柄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是有权柄的。好，所以这句话，好，现代中文译本箴言18章20、21节，我邀请大家来读一次。你的话句句有后果，你可能依赖它为生。你的话可保命，也可丧生。信口开河，后果由你自取。好，这是同样一段圣经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。你所讲出来每一句话，都有结果，都有结局，好，都有后果。所以你爱靠你所讲出来的话，好，来挖靠伊，讲出你的帮助跟性命。好，你讲出来的话，会使救你，嘛会使害你，互你无命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话好不可以随随便便。跟你旁边人说，讲话不可以随随便便。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更多。好，有一个人他跟神祷告，说：神啊，上帝啊，哇，求你给我钱，我钱啊要剩钱啊，要剩不了的钱。好，上帝听以后就讲好，我就给你剩不了的钱。结果上帝让这个人去银行内底上班做点钞员，哇，每天点到手都软了。哦，上帝啊，钱伤多，剩不了，不是我的啦。上帝你听唔到，安尼上帝，我要开一间较紧，我要开一间银行，我要开银行。好，上帝讲好，你要开银行，来，隔天去上班，银行的经理交给他一把钥匙，说以后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你就是来开门，开银行。有时候呢，我们所说出来以为就成就好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去祷告，好，跟上帝的心意好是不一样的时候，好，虽然上帝给你成就，但是却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、所想要的。好，所以言语就是种子。好，第一个我们写下来，言语就是什么？种子。你所讲出来的话，好，
好，有人说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好，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好，收不回来。有时候小孩子讲错话，你给我这句话收回去，好，他就会跟我说啊，我说了就收不回来啊。好，小孩子也知道，说出来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，所以你说出来每一句话是种子，它会长出东西来。你讲好听的话，它就长出好的东西；你讲难听的话，就讲难看的东西；你讲恶毒的话，就长出恶毒的东西。在这个犹太人，上帝告诉他们，你们见面的都要说这句话，叫做什么 ？Shalom。好，我们说一次 Shalom。好。你看到右边呢，就是希伯来文 Shalom。好，希伯来是从右到左 Shalom。好，我也不知道已经学了很久，好，已经不知道怎么念。好，但是你看到以后看到这个字就是 Shalom。Shalom 是什么意思？不是 Welcome。好 ，Shalom 的意思呢是平安。好，所以当你在教会基督徒见面的时候，都会讲这句话平安。但是什么时候要讲 Shalom 最困难呢？好，在犹太人第2次世界大战遇到希特勒。好的时候，好，他们被希特勒追杀屠宰，好，比这个郑佑强那时候还要残忍，好，把他们放到集中营里面，杀死了600万的犹太人。可是他们见面的时候，还是继续说 Shalom。好，他们最没有平安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说 Shalom。在2000多年前，他们在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被灭掉之后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后来是波斯在掌管他们，在外邦人国家当中，可是他们犹太人彼此见面之后，第一句话还是说 Shalom， 平安平安，没有家了，没有房子了，没有车子了，连床都没有，棉被都没有，见到面不是说我的米配，我的熊熊嘞，好，我的娃娃嘞，还是要说 Shalom。好，这是他们所训练出来的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因为这样的祝福的话语。好，耶稣复活之后遇到他的门徒，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？Shalom。好，我们不知道他不是讲希伯来，他讲亚兰文，他讲第一句话叫“愿你们平安，愿你们平安”，就像吹了一口气，“愿你们平安”。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带给我们平安，随时随地。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说出创造性的话，你就是学这句话 ：“Shalom， 平安。”电话拿起来，掏起顾威 ，Shalom。好 ，OK。好，Shalom，好，你就会有平安在你的身上。人家说这下面艺术，好，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解释。哦，这就是犹太人他们在说的平安，几千年来他们都是这样说的。好，所以创造性的言语，一个祝福的言语，好，可以让一个民族，小到一个人、一个家庭，大到一整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可以得到保存。所以犹太人、犹太民族、以色列，好，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。好，他们这个国家就这么那么一点点人。占全世界人口的不到1%， 0.3%。可是呢，他们的财富，好，全世界的20%几的财富都在犹太人的手中。所以不要去惹这个犹太人，好，而且要去多结交犹太人朋友。跟你旁边说，多认识一些犹太人的朋友。只是我们在亚洲很少看到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不仅是有财富，他们还有智慧、有聪明。诺贝尔奖，人家统计，好，从18多少年开始，诺贝尔奖第一届一直到今天，犹太人他们的得奖率，好，刚才说他们只占全世界的0.3%而已，可是他们犹太人的拿诺贝尔奖的比例是20%几以上，非常的高啊，是比其他民族的好几百倍以上。好，所以他们是为什么有很多原因，但是呢，有一个也是他们说祝福的话，说造就的话语，再来就是他们读圣经。好，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，好，特别我们在台湾，好，你有没有看过这些画面？好，有时候牧师在楼上8楼，半夜会看到这种在楼下，这不是我拍的，在网络上面的。好，2个计程车司机就停在路中间，就开始吵起来，好，或是开始打架，开始就舌枪唇剑，然后开始骂起来，好，开始互相问候对方的妈妈、阿嬷、阿祖，好，一直问候上去，好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要问候一遍，好。在牧师小时候的时候，这样的话真的是很多，好，但是呢，好，这样的话对一个民族有没有帮助呢？好，有时候我们常常即使也讲一些负面的话，啊，今天好累，然后你后面接一句什么？累死了，累得跟狗一样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就让自己变成狗，好，然后呢，生气就会说什么？
气死了，好，看到别人很笨就说笨死了，好，然后看到这个人看到镜子里面觉得自己很丑就说丑死了，好，什么什么都是死，好，什么什么就是这样，好，所以难怪好越骂越笨，越骂越丑，越念越累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说出正面的话语，一直用负面的，好，所以我们的身上所接收、所吸收的都是这些负面的话语。言语就是种子，当你把负面的种子种在你的身上，种在你的耳朵里面，它就长出负面的东西。好，可能很多垃圾都是你不需要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对给他银行开戏，好好清理你的舌头，清理你自己的耳朵，负面的话语一句都不可以说出，污秽的话语一句都不可以说出口，负面的话语都不要去听。好，我们要说的是什么？好，造就人的话，正面的话。这张图呢，好，是这个去年好全世界的这个国民所得排名，第一名的美国，好，第二名呢，好快速兴起的中国，第三名日本，第四名德国、好，再来是法国、英国，好，一直排下来。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排名，好，他们都是一些比较有教养的国家，出了第二名，好，但是呢，因为这个国家呢，他们实在是地太大了，资源太多，随便煤矿一挖，好，他们就有很多钱可以赚。但是我们也不要小看中国，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，好，跟台湾比例起来的话，他们已经达到1/10以上。可是呢，在台湾，好1/10%、10%，台湾都还没有。所以中国会快速崛起，我也相信跟这么多的基督徒快速的兴起有关。好，因为好。但是呢，你看到最后一个，好，这张表的下面，好，是哪一个国家？韩国，好，中国、日本在韩国，韩国以前跟台湾是差不多，好，差不多贫穷，好，差不多落后，好，在台湾的那个早期那种战后的年代，韩国跟台湾一样很穷很落后，但是韩国这几年快速的成长，是因为韩国他们的基督徒也越来越高，好，越来越高。好，所以他们比例已经达到40%几，好，已经接近一半，好，都要成为基督徒，好，所以他们整个国家也受到祝福。当然，越来越多的基督徒，代表越来越基督徒能够运用神的话，能够说出造就的话，运用话语的权柄，祝福他的国家，好，祝福这个社会，好，祝福这个世界，好，这是可以看见的。好，所以言语就是种子。当你现在开始撒种，你相信你现在从今天开始讲正面的话、造就的话、祝福的话，10年之后，你看看你自己，或是叫别人看看，10年之后，你很难想象，哇，你不能想象的。好，像中国，好也是这么快速的崛起，韩国也是，有一天就换到台湾。第二，好，应该是第3点，我们要学习用信心的言语。我们一起说信心的言语。第一个，我们说话语是种子；第二个，我们言语要用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我们刚才在复习的时候有说，好，信心是来自于什么？神的话。所以你信心的言语，你的信心是因着相信圣经、相信神的话，你才得到这个信心。不是说好，这里插头好有2根电线露出来，好，这个我摸下去不会被电到。好，我有信心，我去摸不会被电到。好，你有再大的信心去摸会不会被电到？还是会电到。好，你要按照圣经，按照神的话，圣经哪一句叫你去摸2根电线？有的话你就去摸。好，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要求我们，所以有的人会错误的信心，以为信心就是胆量，以为信心就是勇气，以为信心就是跟人家去打架去砍杀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好，信心就是神的话。所以说信心的话语就是你要说出神的话。好，我们一起说要说出神的话。这部电影有没有看过？看过请举手。哇哦，好，果然卖得很好，请放下。好，中文片名叫做《3个傻瓜》。好，3个傻瓜。好，在这个3个傻瓜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戏剧的一句话。好，就在上面。好，大家一起念一次 ：All is well。好 ，All is well，All is well。什么意思呢？一切都会变好，一切都会很好，一切都会很好。这3个傻瓜，好，他们就活出这个 all is well。好，从一开始，好，他们的各样的困难当中、环境当中，好，但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、没有信心的时候怎么办？就冒出这句话 all is well，all is well。好，甚至到后面，
好，这个女主角的是姐姐还妹妹要生了，好，生小孩之后，这生出来好不容易生出来，没有心跳，结果大家每个你一句我一句，always will，always will，大家讲到后来小孩子都醒过来，好，有一点瞎，但是呢，好，他们这部电影在演的就是那个言语的力量，言语可以带来信心，可以带来信心的改变。好，当你能够说出神的话。好，如果圣经有一句话叫 always will， 好就可以用。好，但是呢，圣经里面有很多比 always will 更棒的话。好，在基督里一切就是新造人。好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，凡事都能做。好，这个凡祈求的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为你们开门。好，如果有信心，好叫这座山移开，挪开此地，投到海里，也必要成就。好，圣经里面有很多比这个更棒的话，只是你会不会运用得出来？好像是圣灵的宝剑，当你一知道撒旦来了，你要冲上去跟他砍杀，可是你一抽，再抽，好，抽不出宝剑，你就是只好乖乖被撒旦，好，这个就被撒旦打败。可是呢，你有神的话，好，你这样一把剑咻射过去，好，撒旦他就刺在门上面，好，叼一下不能被钉被挡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运用神的话，好，读圣经，而且要把它读出来，这都会成为我们话语的力量，好，会给我们一个创造性，改变我们的未来。好，所以在下面他有一句话，好，这是他里面所说的：当你专心追求成功，成功自然就会跟着你来。好，所以这三个傻瓜，好，他们虽然在一个顶尖的大学当中，可是呢，一个是第一名，两个是最后一名，好，但是呢，这个第一名运用他的这个话语的力量、信心的力量。好，他成就了不可能的事情，好，甚至把这第二名远远的抛在后面，好，到结局一直都是这样子，好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去运用，好，怎么去运用呢？当你今天晚上回家看到镜子的时候，你就说我是有才干的；当你在厕所里面不小心看到自己的时候，就对他说我是有创意的；当你出门搭电梯，在电梯里面又看到自己的时候，我是健康的。好，当你走在这个水边、湖边，看到倒影的你的时候呢，我的个性很好，大家都喜欢我。当你现在看到这个玻璃的投射的时候呢，我很帅，我很美，我很有魅力。我知道我本来的我就是美丽的，我是独一无二的，我是上帝的精心杰作，我是无价之宝。会不会很肉麻？不会。好，如果你知道话语有力量的话，用这样子的话来向你宣告。虽然很多的书都在教你这一方面，但是这都是来自上帝所给我们的权柄。当然，上帝也没有告诉我们要这样做，但是呢，上帝里面却有宝贵的话语，这些话都是要命定。好，今天我们唱 Destiny， 就是要命定在我们的身上，用上帝的话来找到自己的命定。好，不要对自己说啊，我好笨，然后常常打自己的头啊，我好呆，我好傻。如果讲这种话的话，就要奉耶稣的名弃绝、砍断。而是要让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，阿们。最后，要把在生活中运用言语的力量。好，我们说言语的力量，言语是带有力量的，而这些言语，重点是你读了圣经可不可以用出来？我们在这个礼拜开始，我们都有，不是这个暑假开始，我们除了礼拜3的查经班，我们在礼拜6早上，好，也增加了1场的查经。好，目的就希望帮助我们的同工，好，区长、小组长，能够1周至少来参加1次到2次，如果有3次、4次，当然是更好。而这些查经所读的圣经，其实都是有帮助的。好，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实际可以去运用出来。如果你读了圣经，可是呢，你走出去就忘记了，就很可惜。但是只要你把所读的圣经走出去，你一直默想、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所以我们在这礼拜我们读到了撒母耳。撒母耳，好，他的妈妈叫做哈拿。哈拿她是一个不能怀孕的妇人，可是呢，她不能怀孕，然后她的老公有2个老婆，好，她就其中一个。虽然老公比较爱她，可是另外一个老婆就很会生，每次都笑她。虽然她老公把最好的肉啊、酒啊、菜都给她，她还是很不开心，所以她就跑来圣殿跟神祷告：好，神啊，你如果给我一个孩子，好，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呢，当他到了圣殿之后呢，遇到了这个祭司，好，大祭司以利。遇到以利的时候，以利以为这个哈拿喝醉酒了，
所以呢，就对他说：“你怎么跑来喝醉酒，跑来圣殿呢？”好，这个哈拿就说：“我不是喝醉酒，我是有苦情。”就把他的祷告告诉这个以利。结果以利呢，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很重要的话。好，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第17节，以利呢就在那个时候就对哈拿说：“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你可以平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。”哈拿听完这句话，他就有信心了，因为他知道这句话是来自神的仆人，就是来自神，所以他就说：“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”他就回去吃饭，脸上不再带着愁容。这个地方很关键很重要。你知道哈拿有多苦吗？好，他在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是啜泣、哭泣，跪在那边，眼泪一直流，然后还一直这样讲话、祷告的都不太正常，人家以为他喝醉酒。可是以利运用一句创造性的言语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所求。哈拿他接收到，成为他的信心，他就回去吃饭，就跟她的老公恩爱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好，后来过1年，孩子就生出来了，她的生活就改变。本来哈拿注定好是要无后的，哈拿就是当她老了之后，好，她老公去世之后，她是膝下无子，什么名分、什么财产都没有。可是因为她接受到一句话，成为她的信心，她生命改变，而且她生这个孩子还是个不得了的孩子，叫做撒母尼，好，不是跳蚤，好，撒母耳，好，我们写在撒母，好，撒母尼，好，她生出了撒母耳，好，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位的士师，而且高以色列第一个国王，伟大的先知，也是祭司，也是士师，好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撒母耳。好，所以是因为他在上帝的面前祷告，好，而这原因是因为一个祭司说了一个造就的话语。所以今天可能你的朋友失恋了，他被甩了，好，他被兵变了，好，他现在心情正沮丧，你可以跟他说：“朋友，小龙平安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不要继续哭了。愿我的神，愿迦南教会的神。”好，愿以色列的神赐福给你，允准你所求的。好，这句话是神，结果是谁？责任是在神的身上，不在我们的身上。你可以这样去祝福你的朋友，去祝福你身边，安慰这些难过人。当他接受将神的话转化为信心，他的生活当中就会带来平安。所以最后，信心像什么？信心就像这2种路。如果你常常说造就的言语，你所走的路就是右手边这条平坦的路。可是如果你生活当中不说造就的话，常常又听，而且你又说出负面的话、批评的话，好恶、好丑、好臭什么的，这些常常充满了抱怨，就像走在石头路上。走在石头路上，你开台保时捷会不会跑得比较快？不会。在石头路上，你开着法拉利会不会跑得比较快？不会，坏的比较快。好，因为法拉利实在太低了，那个底盘一下就坏掉。走在石头路上，一定是坎坎坷坷。你换再多的车，我换迦南教会，我换南加教会，我换迦南教会，你换再多的教会也是一样，充满了石头，充满了坎坷和崎岖。唯一在你人生当中创造未来、改变未来，就是为你自己预备一条路，是一条蒙福的路，是一条用话语宣告出来得胜信心的道路。随便开台车，老爷车，就连骑脚踏车都比在法拉利在石头地上还要快，你就能够快速的、顺利的抵达人生命定的方向，朝着你这个梦想前进，朝着这个目标前进。所以保罗，你可以看保罗所写的书信，他人生就像走在这个平坦的道路上面，他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要为耶稣基督传福音，做福音的执事，直到地极。但是呢，在他书信当中充满了平安问候，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赞美这些同工，甚至有一个逃跑的仆人叫做腓利门，
不是腓利门，好，这个逃跑了一个奴隶，他写信好去给这个他的主人腓利门，好邀他好去释放他这个奴隶。他常常在去帮助人，好用写的也好，但是你看他的所写的书信，就好像他在你面前讲话一样，所以他能够在他的有限的人生当中，3次的布道旅行，而且呢写了21封的书信，在这写了10几封的书信。在这些书信当中，好留下来的这个宝贵的真理和基督的教导，期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好都能够学习，好用创造性的言语、祝福的言语来改变你的将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兄弟，我感谢你，和我伫遮组织，今日我所学习的，就是用正确的言语、积极的言语、创造的言语。来祝福改变我的将来，祝我也愿你信任。我伫我的过去中间，真多时阵，我会讲负面的话，我会讲歹听的话，我会讲得失上帝、得失人的话。愿上帝你赦免我，因为我知生甲死拢伫我的旨下面。我的所讲出来的话是带有气力甲权势。愿主你甲阮指点，也互阮的性命得到造就甲帮助。现今我的祈祷恳求，靠耶稣基督圣尊名。